地铁老还是一通，你屋里向编制地铁房，你阿婆屋里还编制地铁房子。沧海桑田，唯一不变的，侪是企业退休工人的工资。退休工资年年高，真的是热昏脱个头。我当年讲30句都废数出来。工资年年高，不高年年涨，三股分高。那么你现在准备去啥饭啊？这样得出个，今朝我还来看看嘞，当个英明领导下头，今年个鸡腿米长得哪样子？搿个水老粗的嘞，埃个才叫原生态。不是，搿个鸡腿米哪能这个好吃？哦，埃个侪是北海噶。3个人才烧出嘛，老想着那个要求的。出来我怎么没回来卡着玩？埃个一般啥物事啊？辣子、鸡蛋眼，颜色不一样的，一个黄，一个白。那么还是3条。有种人非晓得，你上街上洗白，因为你外头一人侪被机器打脱着，那种侪在批评外地人呀。侪是的。正宗苏州手剥鸡腿米，我还有觉得还吃，这还交代本几个粉丝。今年产量是天热的，天是年热的，粉是为贵，而且涨价。今年反而俺讲上次呢，退休工资高得3，顶到3%，咋子高没人买，就最热，鸡腿米也不能涨，我看看就蛮好的。哎呀，我热天这个人觉得蛮好嘛，那蛮不心的。你粉丝讲嗨嘛，真个嗨啊！谁家回到屋里还有家鸡腿米送得来着？俺是打饭吃，看上去就那个坏人哇！鸡腿不够，侪是烂烤顶脱个。可是我来发退休工资也非要紧在。没还问，挨不得来打来吃饭。真家好，虽然这地来好，还要啃死，男人白高个哇！